辦我模擬運動都見30年咧，也反而以外嘅模擬怕唔會在個數年變遷咧，故事只愛傳下去，又覺得變幫刺差。原住民嘅反而未係安尼。1996年人民會成立過後，開始希望愛同各種人嘅創意，在個入到進來，實施原住民族文化整建6年計劃，提出嚟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，來推廣各種人嘅創意。故22年來，一定嘅反而還係已流失。我哋許多嘅苗栗男族，水下族嘅部落，可能也係強強為咩係嘅語言，水下族很用嘅提究。一定要很用嘅來看待傳承創意這件事情。水下族主要分布喺苗栗縣南中市潭和個新竹縣五峰鄉嘅山區，只有107年10年嘅統計，人口大約係6601人，係台灣原住民人口少數當中嘅少數。族群嘅文化強強嘅滅絕，只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韓國人民幣嘅調查，水下話語已經列做係世界愛滅絕嘅語言之一。這一代你不教到他們的後代，絕對是沒有了啦，會斷到根本找不到，源頭在哪裡是什麼？因為係人口嘅弱勢，從而嘅傳承速度和環境嘅限制。南中鄉因為客家族群過多，喺他哋嘅納水下，單單都冇講下。同時喺佢五峰鄉嘅白水下，就係受到泰雅族嘅影響，多數攏係講泰雅嘅話語。五峰鄉的人口大概有4000左右吧，大概3、4千吧。我們社下族只有700，都頂多700。然後因為人口的關係啊。當然會跟着泰雅族的講話。那麼我們的族語怎麼講？1996年人民幣成立以後，開始上網提究各族嘅話語，實施原住民族文化振興6年計劃，提出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，來推廣各族嘅創意。過22年來，水下族嘅創意流失嘅現況，啥動就動唔hết。我們1個禮拜才來一次，這樣子，他們回去又沒有一直講。第2次我們來再問他們，也是會不記得啦。這個就是難處的地方。從家教嘅到咧50、60歲啊，就冇同佢講啊，過來去專門本聲音嚟落下去，專門講國語，即個連語言都唔講。黑色的那啦。Inalo, bagus. Maya. Han. 朗讀比賽嘅二嚟做嘅多嘅，先生一隻字一嚟以內睇糾正而基本嘅發音，佢剔剔突突嘅念定用羅馬拼音寫喺個嘅，唔過佢想起來係同中語講來會做啲嘅聲音呢，而基本講會講中語攏係先生教嘅。在家裡有時候會練習一下。那有會跟媽媽會跟爸爸講嗎？不會，就是講過，就是有時候就，有時候要比賽或朗讀的時候就會練習一下。Lima Raika Tutu At Raika Tutu An。練講中語，而基本嘅生活還係時常會打嘅，就算安尼，佢還係知道知道會講中語係挺公用嘅事情。會練的話，回去就可以跟家人多這樣子溝通。所以會跟阿公嗎？還是媽媽他們都會講嗎？家裡會。那為什麼都不講？習慣講國語。你學教嘅學母語，佢都不卡沙講華語。所以你4年呢，完全就對屋卡佔65%哦，對學校是差唔多30嘅樣嘅天天，因為呢禮拜上一節課天天咩，那要發吐咯。學母語原來係不卡會教嘅，也下沙變咗學教嘅經驗，係水下創意學法行過其他語言會流失嘅關鍵。也下水下族嘅聲音呢，愛學創意就要以是學教嘅先生，1禮拜140分鐘用羅馬拼音來教。
O 我们就念那个 O，A 就念啊这样的，R2这样子去的那罗马文，我们要教他们这个罗马拼音也是很困难的。所以八是用什么带？巴在的巴。哎嘿。P 啊。对。啊，马尾呢 ？V， 哎不，哎 D。毛文史的水下处，一直以来文化韩国发言，拢是唐老人家讲，将做得一推一推传下去。不过，在经过的日治时期，主要推行日本化；国民政府时期，又抢做得讲国语，其他的话拢做唔得讲。从而因为因少人讲合法，嘛有共用的原名。2005年，教育部正式公布利用罗马拼音的方式来记录、来写原住民的发言。安尼从而就被统一有一个标准、有系统的来传授。不过，三无法度准准的来发言，尤其是音节音调变化轻多的水下发言，客家话嘛家感觉有安尼的问题。用嘴巴直接教，就看着嘴巴，像我发音，我不敢说100%啦，最起码90%嘛。啊，你看我的舌头放在哪里，点上去，嘴唇是怎么样的，圆的、扁的。点在牙齿，或是很快把嘴巴打开，是圆的，那音调出来就有85以上的了。创基高是西下处一定重要的爱邻居，必要的可语，是产业影响后头的日本人，在做点的时间，是体现了人民的角色。故说日番向先生唔但抢千3万，提学校教创意，对孙内批的创意教育还难严格。这个部分，就是我已经也教你很多次了哈，你就把歌词用念下去就好，我起前面而已哦，该那别干那落。日先生从小就要求官品将几个推出来，内容拢系上方的统治部的名嘅，因为地方有青岛罗主公的神法智慧、韩国文化。L 是那个珊瑚礁，珊瑚礁对人体是很好的东西，所以以前老人家所遗留下来的这些植物，全部都对人有帮助的地方，这个有些就是可以吃。那么山狮子，它意思也是教我们说，你要做人做事，就要跟山狮子一样，没有成熟的话就是不行，成熟的话是我们吃了是当做水果一样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学，从幼稚园的时候吧，大班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常常上去跟阿公阿婆就是聊天，然后之后就快来年纪嘛，然后阿公就会让我去学记歌，然后就让我从第一段开始慢慢背，然后现在就已经很熟了。我很强，就是佢从小阿公就有教。你敢哦？大家，对呀。对。嘿你。怎么了？那天才讲。日先生讲，木下正係母語傳承最重要的地方，合法未共用。萨卡罗，萨卡罗，萨卡罗是乌心石对，格布尔涅，没错。格布尔涅，格布尔涅，南木，就是说，抽证书一直到年纪过大嘅，才了解到無法度用創意同創意溝通係千不足嘅。5年前，佢將其他開始提學水下翻譯。以前有時候來南莊，他們會問我會不會講母語，我說不會，還會點我講我也不好意思然後現在有一點會，可以聊天了啦。係呀啦。海鸭是那個它的功用是，葉子歸葉子的做法樹根歸樹根的。
做地用村兒打嘴鼓嘅，朝政書提部落地杯感覺清刺菜，同村人交流有話好講。今年4月咧，舉辦日飯協作先生，希望其他村兒能力會下下進步。當然學到語言以外，還可以認識很多的植物，然後它的植物它的藥用啦，什麼功用啦，什麼有害的啦，有什麼毒性的啦，都可以知道了。你看它的腳印啊，它走過的有腳印啊。那個下坡的時候，它會溜滑梯。上牆吼。對。語言同環境有密切的關聯，山下本單就係水下村人生活的地方，嘛係村人的源頭。因行、因看、因學，每一山下就係今年師徒2個人的語言教室。我們原住民就是一定要懂這些植物。這是傳統。上了山上，有碰到什麼疑問的話，就知道馬上可以拿來用。有些是可以當藥啊。這些上山懂的，像我上去1、2個月，應該還會活了。在我們台灣原生種的東西，懂的人，這個草全部都是 OK 的啦。剛剛那個剛開咱那個單位啦，你慢慢那個係啦。語言唔單止係交通嘅工具，咩包含嘅文化一道。透過山下村兒課，葉先生帶定超證書，一時咧來了解水下村嘅傳統文化。我跟他說我是日家嘛，以前我們那個有2個太陽，射日的英雄是我的先祖先，那個是故事嘛，就是用這個再編織一個米篩，才有辦法折起來，才有辦法描這個太陽，才被射掉一個變月亮那個。為到救強愛滅絕的村兒，107年人民會開始採用師徒制村兒傳習計劃，用師嘅田定師傅每日8點鐘，一禮拜5日從時間內來學村兒，來培養村兒嘅國級師資。這個師徒制啊，就是我們的政府啊，講到我們的語言已經瀕危嘛，瀕危的話，可以當老師的也很少了，所以要一個帶一個，就叫師徒制，要把它教好，然後在高考的時候，他要考過。好，走。村兒嘅傳承就像係接力比賽，無論係水下花兒也係客家。經過嘅維權時代打壓，韓國人口弱勢也條問題，一推受一時，為到恢復台灣族群語言嘅多元性，國家拿係千多嘅錢，派認證各種嘅演講比賽，培養母語嘅人才，想要來改變。40年，未必50年，放嘅希望，我哋政府千失望，去交托下一樣有發土咯。松苦誒。一段。感恩。馬多多了。上。我覺得頭幹嘛還低住了？課堂上，葉先生有一隻詩嘅帶帶12年生嘅小朋友學村兒。唔過下課嘅呢，村兒係未就數到卡邦地杯。木卡正係語言傳承最基本嘅素材。木卡人係唔講其他嘅話，正係語言被滅絕嘅主要原因。一種母語無法度喺日常生活當中曉講曉用，就可能唔是講文化傳承嘅。